来看，阁有虐待囡仔案件，有家长指控讲，今年3月甲囡仔送去台北市艋舺一间幼儿园，也毋过囡仔伫口讲伊无爱去学校，看监视器才发现讲老师会电囡仔阿妈棍做一寡虐待的行为。因指讲有20外个囡仔受害，幼儿园阁威胁家长，若讲要看监视器阁退学。家长是真不满台北市教育局亲像的暗砍，这间幼儿园阁继续的营业，这涉案的老师嘛，得继续伫甲幼儿园有关系的补习班在做老师。还半夜还会午夜梦回做噩梦，说老师不要打我，妈妈，我们为人父母的心真的非常痛。家长受到家己的囡仔伫幼儿园受到伤害，哭甲真大声，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囡仔去互老师扇喙皮。发生代志是伫台北市万华区的一间幼儿园。今年3月初，有家长发现囡仔的身躯有侪位的乌青，囡仔投讲老师会甲伊拍，受到苦待的囡仔有20几位。3月中，老师阁要求学校提供监视器的画面，阁说互学校威胁，讲要看监视器的画面，就需要退学。我们把这件事跟教育局说，教育局说无法可管，只能让我们寻求消保官的方式去走消费争议的这一块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台北市教育局回应讲，已经调查幼儿园拢总40个上课日，差不多是320点钟的监视器画面。针对违法的部分，专案拢总裁罚97万3500块，严格处分。第一时间保存工作记录器、影像等证据，并以最快速方式完成调查，认定李姓助理教保员不当对待幼儿行为属实。但是今年4月，阁互家长发现事后幼儿园阁甲监视器拆掉，一个苦读囡仔的老师离开幼儿园了后，阁去因幼儿园楼顶开的补习班做老师，家长就惊囡仔安全无法度受到保障。教育部回应讲，阁会请台北市进一步做处理。有关于台北市这个案件的部分，我们会先请了解台北市到底哪个部分是还没有做一个调查处理的，包括刚才的监视画面的一个部分，那哪些东西是还没有做裁处的？那另外就是对于已经被由于消极管制的人员，为何还进到幼儿园来做一个从事教保服务的工作？这件事情也必须要请台北市做一个处理。教育部表示，未来会继续调查，也要求台北市政府积极去保障儿童的安全，莫让囡仔伫无安全的环境大汉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